廣州有一個花園好特別，佢靠山面海，藏住江南水鄉，又似歐洲嘅郊外小鎮。佢就係南沙嘅蒲洲花園。蒲洲花園免費入園，而且大有來頭。佢係由香港著名嘅愛國人士霍英東先生構思並資助建造嘅植物花園。霍英東先生祖籍係廣東番禺，所以而家喺番禺區好多嘅大橋都係佢投資或者係捐建嘅。南沙以前都係歸屬番禺管轄，霍先生為咗南沙嘅建設可謂嘔心瀝血，所以喺南沙我哋可以見到好多佢嘅印記。蒲洲花園南靠大角山，北倚蒲洲山，係歐式同蘇式嘅風格參半混合嘅多元化藝術園林。一邊係姑蘇古城風格，沿岸都係白牆黛瓦嘅蘇式民居，細品之下確實有幾分江南嘅勢利。喺另一邊則係可以觀賞嚟自世界各地嘅奇花異草，以及歐式嘅園林花園。嚟到呢度，我哋可以賞花，可以遊湖，仲可以睇到一望無際嘅大海，真係讓人賞心悅目。等我哋戰勝疫情之後，可以嚟呢度戶外日光浴，補充天然維生素 C，同呼吸新鮮空氣，發現更多廣州不一樣嘅美景。